咱直接要来看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创世纪24章第1节甲第9节。此时亚伯拉罕已经老了，伊一生所做的事，拢得到上帝的祝福。伊对管理伊的家产、年岁上大的仆人讲：“把你的手放伫我的双腿的中间来救抓，我要你手举上主天地的上帝来救抓。你唔通伫即个迦南的女子中替我找新妇。你一定爱转去我的故乡，伫我的亲族的中间替我囝以撒带一个家后。”第5节，当时迄个仆人讲：“女子若无愿意离开伊的本家，甲我缀我来到即个所在，要安怎呢？我应该带你的囝转来故乡吗？”亚伯拉罕回答讲：“绝对袂使将我的囝带转来即个所在。上主天顶的上帝带我离开故乡，我带我亲族的所在。伊对我救抓，要达即片的土地赏赐予我的后裔，伊一定会差遣伊的使者先去备办，互你会当伫迄个所在为我的囝来带新妇。迄女子若无愿意缀你来，即个救抓就甲你无关系。总是你绝对袂当将我的囝带转来即个所在。所以，迄个仆人罗伯就将手放伫个主人亚伯拉罕的双腿的中间，就抓要照亚伯拉罕所交代去做。圣经以上，愿咱遵守耶和华的话，才安尼行的人得到主的祝福。咱煞只要请咱本堂的青年牧师彭牧师来分享信息。伊今日要分享的信息是找到新妇了，咱恭敬的心来领受。大家平安今日要大家分享到找到新妇咯，毋知你有找到无？台湾的社会普遍有一个问题，就是咱的教会内面查甫的真少，查某真济。阁有咧，伫台湾社会信主的人有济无？少。根据统计这美国这中央情报局有做一个调查，2014年做一个调查，台湾信主的比例差不多4.5%尔。虽然即摆到18年的时有进步真济，但是信主的嘛依然真少。我一个亲戚伊全家移民到纽西兰，伊讲要嫁出来时甲教会中间共年会无要嫁互外国人因为共年纪的人足少的，教会内底较少，所以会当选择对象真少。这是咱台湾社会教会的问题。咱来看另外一个报告，这是拄仔我讲的4.5%尔，这是做个统计过来咧，咱看台湾社会讲这2017年的报告。台湾教会教士报表中间，咱看到原住民信主的比例较悬，对无？50%到70%。你看这原住民所在，你去原住民的教会看到，哇，这规庄庄城的人拢是信耶稣的，要找对象有简单无？有较简单无？同款无简单，因为剩老人甲囡仔，你要嫁互什么人？过来看。庄脚的所在，咱看庄脚的所在统计，这庄脚可能大家拢知影，你可能毋捌去过基督徒比例只有1%尔。这是咱台湾社会、咱的教会问题你要找新妇有简单无？讲牧师遮尔简单，无信主的一堆但是咱是讲带爱有信主的较好较好沟通你想看觅亚伯拉罕有注重因厝内底的信仰无？当然有所以头一项，咱重视咱下一代建立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婚姻这
这上界资深的这罗卜，摕伊的财产来到迄所在去找哪户的城，就是哈兰啊。哈兰这所在，像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伊去迦南地的所在。但是呢，伊知影一项代志，一个家庭爱有好的婚姻，就是爱共款的信仰。所以呢，伊找派伊上界资深的这罗卜去找一个伊的新妇啊。你想讲找过程要转去这哈兰这个所在，有简单无？咱看这地图啊，对希伯来文到哈兰所在，差不多800公里的，台湾偌长，395公里。啊，对头到尾，北部到南部，搁转去，啊，800公里，以早是坐车还是高铁啊？骑骆驼呢？哇！遮两远的所在，讲这上界中心的这罗卜讲，你去找我新妇囝，为什么伊爱甘愿叫伊的这罗卜走去遮两远的所在？古早也无 Google， 也无 Facebook、Google Map， 你要怎找啊？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伊知影上帝一定会陪伴。伊知影一个家庭中间上界重要就是信仰。那参照《申命记》第7章第30到第40所在，这经文中间来提醒因后一代，毋通甲这无信其他的甲因通婚，你的囝儿袂当嫁娶这外邦的国家的这女子。面对伊安那，因有这人离开上帝。敬拜其他的神明，你知影亚伯拉罕的一生经过上帝真侪生涯基础，头一项就是年老生囝，对无？100岁生囝，敢有可能？但是上帝生涯基础伫伊生命中间。过来第2项，伊献以撒时，上帝早就陪伴这面，所以伊一生中间，伊下一个心愿就是上帝，你收拾我迦南地，但是呢？迦南地遐人拢是拜偶像，无拜上帝，所以我爱找新妇爱去倒个所在，转去我故乡的所在，到伫哈兰的所在去找我的新妇啊。伊知影信仰对伊来讲是上界重要一项代志。我毋知你咧超找新妇囝婿时，你将信仰放喺上界头前吗？还是讲清清彩彩，有钱就好，欢喜就好，介意就好？家庭中间时常有冲突，就是信仰价值观无共款啊。圣经提醒咱，伫咱后一代，你要选择对象的时，上界好是选择信耶稣共款信的人。以前我伫无会时有去主持一个个别这清明这追思礼拜，这追思礼拜中间啊，伫礼拜这亲戚朋友，就是阮一个教会长老的亲戚。因规家族本来都是信耶稣基督，但是咧做礼拜中间，我就感受到，这来参加礼拜人就是要回去啊，甲即烦的感觉，就是要回去，敢若清清彩彩无要紧，这礼拜吼凊彩就好啊，我就是要回去啊。啊，这礼拜煞时，这长老在我边仔偷偷甲讲，牧师你毋知啊，阮家族嫁出迄无信主的，所以即摆拢无去敬拜上帝，无拜耶稣啊。拢离开上帝啊，离开主耶稣啊，所以这另外一半婚姻中间是上界重视咱的信仰，家庭幸福的源头是信仰。所以亚伯拉罕知影，虽然要走你遮两远的所在找新妇，但是有一项上界重要，因为为着这信仰，坚持敬拜上帝信仰。亚伯拉罕甲罗卜对话中间，咱会当发现，伊决心来顺服上帝话，伊相信上帝差派使者来帮忙，甚至亚伯拉罕认为讲，若我即届无找到新妇，嘛无要紧。所以伊甲这罗卜讲，这个查某囡仔无甲你做伙转来，啊，你所救助的教无感谢，无要紧，因为伊相信上帝有愿互伊机会啊。我毋知你有失望着，主啊！我祈祷遮久啊，我另外一半伫什么所在？
也是讲你为着你的囝、你的新妇来祈祷，找新妇来祈祷，为着找囝婿祈祷，咱拢无听到消息啦。我做青菜的牧师，有当时时常甲爸母走来甲我讲，牧师啊，你嘛介绍一下，我查某囝30岁啊呢，我囝40岁啊呢，啊，无对象啦，会烦恼袂？你袂烦恼，伊毋是恁囝，无。有当时咱就是讲会烦恼重大，但是咧，你也永远相信，就算上帝无必办，咱爱永远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稳定教养咱用的上帝。拄咱讲找另外一半是无简单，找基督徒的另外一半更较无简单，所以应当来祈祷祈求上帝帮助。我时常鼓励咱的青少年讲，你爱祈祷。你找对象的时，你爱祈祷。找对象爱设立一个标准啊，有人是说讲，我信用第一项，第二项是安怎？第二项、第三项，伊会设一个目标。但是这拢是真好，但是上界重要是上帝的帮助。但是你教会界嘛是有一个问题啊。咱看有一个统计调查。你看，基督徒、道教、民间信仰、佛教、其他宗教，查甫较济还是查某较济？大部分伫教会中间嘛是共款，可能基督教41%，男性41%，女性超58%、59%、60%。我去逐间教会拢是查某较济，查某信较软，信耶稣较济，但是要找对象就麻烦咯。就查甫少啊，要找对象要哪？真困难呢。我嘛为着我早少年时为着找另外一半祈祷足久啊，无收到这间教会，毋是别间，祈祷足侪年啊。原来伫边啊，毋是伫别位，毋是800公里以外，是伫边啊尔。所以有当时你毋知影上帝引带带领。咱来祈祷，将咱的下一代的婚姻，咱要超车另外一半，放伫上帝面前。无论用倒一种的方法，咱盼望咱的下一代，咱鼓励咱的下一代，祈祷交互上帝，交托主，因为上帝守住稳定，守住婚姻。祈祷了，嘛去查验看卖，这不是讲时常这青少年有当时咧超做对象是讲。这我足意爱，这甲足水的，甲我讲会通，就是讲要娶，但是呢，可能无是。咱祈祷讲上帝就是伊嘛，上帝一定就是伊嘛，但是无一定啊。咱毋是介意，欢喜了要交往的时，正式交往的时再交互上帝，应该是未看到，未熟悉时，就要将这个代志放伫上帝手。咱看到伊的路步嘛是共款，伊未看到这个查某囡仔来时，伊就祈祷上帝，主啊，恳求你，互我好机会啊！替我的主人阿伯拉罕找到这伊的新妇啊！求你施恩祝福我的主人阿伯拉罕，带我徛伫井的边啊！小等的这庄舍内底这要来抽水的这查某囡仔出来时。头一个抽水，互我甲我的这路途来啉的，就是阮上帝，就是你所要引带带领的。有看到无？伊无看到啊，但是伊的心内底在想，在祈祷啊。果然，迄个人来啊，迄查某囡仔来，抽水互伊啉。这路仆自信看伊，一句话拢无讲，因为心内底祈祷，爱去查验讲。敢是伊咧？是毋是伊啊？毋是介意着讲这上帝，我真介意这个人，恳求你将伊嫁互我，叫上帝背书，毋是啊？伊讲上帝啊，你意思是怎样？这个罗婆真巧，伊还未看到任何人以前，伊就祈祷上帝，超这上帝心意，盼望上帝透过安尼来甲伊帮忙。迄个人来到伊生命中间时，看到哇，是啊，主啊，
我感谢你。但是呢，伊继续去查验讲，伊自身看这查某囡仔，上帝啊，这是你所备办的吗？互我的主人的囝以撒要做成做是伊的太太吗？这代志有顺序无？上帝，你有答应无？是不是伊啊？我相信在座咱有真侪长辈，你有做媒人的经验无？媒人出一支喙啊，好蕊蕊对无？你笑到这大声，你有做过媒人无？我做魔术，当时嘛爱做媒人呢。魔术啊，你帮忙者，嘛介绍者，你青少年遮济无介绍一个。但是有一项代志，你爱上帝引传，你要真做介绍婚姻的中间，你会当正确来讲出这青少年有啥物特质无？我青少年彼此伫教会熟识是好代志，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嘛真好。但是伫介绍过程中间，你会当正确来讲出有啥物优点无？你会当正确来讲出这个人有啥物品格顶头的优点？教会服侍顶头的状况，教会人际关系的状况，公司的伫做代志是有认真无？你有了解无？还是只有看到表面的呢？我相信教会爱注重是品格，爱注重是内在的使命，毋是外在的使命。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李兄弟移民到美国的所在，伊就带一个查某囡仔嘛去美国读册，做伙甲帮忙。这夫妇到去美国的所在，嘛伫教会服侍敬拜上帝。一礼拜了后，就有一个青年来找伊，讲：李兄弟啊，你带来去台湾带来迄查某囡仔吼，我感觉上帝感动我要带伊呢。李兄弟讲吼，你登记好我祈祷看卖。过2礼拜，过来一个查甫，伊讲吼，李兄弟啊，我甲你讲吼，上帝有感动我吼，你带来台湾迄查某囡仔吼，应该是上帝要手术互我的另外一半。第3礼拜，过一个查甫来啊，李兄弟讲，我知影你要讲啥，你要讲你有感动要带我对台湾带来这个查某囡仔，是不是安尼？伊讲是，你会知？因为这个查某囡仔目睭真大蕊。头毛真水，长长啊，洗甲真水，所以查甫咧拢甲问啊，大家拢讲这上帝感动啊，但是又去查验这是上帝心意无？咱要帮赞，也是讲咱诚做媒人诶，你当正确咧讲出这青少年有好甲歹诶所在，伊诶品格、伊诶信用是怎样嘛？还是讲咱介绍讲，哦，伊这公司生意做甲足好，大头家真有钱，真有学历，是将才，有厝，有啥物拢有，是安尼嘛？我会记阮咧读圣学院年代吼，咱诶圣学生吼，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是无到1万块诶，即个补助金啊。迄年代吼，你若做研究所读册是要结婚有简单无？什么人要嫁互这个穷酸的神学生啊？有无？但是做牧师毋是爱品格真好吗？性命真好，再去读圣学院吗？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再去读圣学院吗？但是有人要嫁互这种人无？有无？有哦！你真正查某囝要嫁互这种人吗？你即马真头考虑都有哦，迄个人就是我。我读圣学院2年的时，就结婚啊！我啥物拢无诶，但是我感谢上帝，我的太太，我丈人是看到我性命好，毋是我真有钱，我有啥物？我啥物拢无，我啥物拢无啊！但是呢，你要介绍的是，你要帮助别人的是，你的使命是怎样？我时常提起青少年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你爱诚做别人的祝福，你爱诚做你另外一半还袂嫁出的另外一半的祝福。你有备办好无？你的品格、你的信用，你甲上帝关系有好无？这是古早的钱，88的古早的钱，人讲这是亚伯拉罕的钱。这钱的中间，你看到这个咱咧抽水无简单啊！爱对这钱从水抽出来，
互这精神这出去骆驼来啉嘛。咱看到这萝卜，看到这查某囡仔来到伊身边，赶紧将这瓶内底的水撇伫这槽内底，互这骆驼来啉啊！伊就想讲，哇，这查某囡仔无共款。今仔我甲你有熟识，今仔我是朋友的时，我要甲你帮助，有简单无？简单啊！我甲你有熟识啊！你讲一句，我就甲你斗相共，这有简单无？简单啊！但是一个青云人，你爱甲伊帮忙的时，有简单无？无简单啊！咱看到这查某囡仔帮赞这青云人，无熟识的人，伊的品格是安那？好呀！其实这查某囡仔生甲足水的，但是萝卜毋是看伊生甲足水的，伊看伊品格是安怎？伊赶紧将这水，互这个阿伯拉罕的萝卜，甲伊的这个精生这个骆驼来啉啊！你讲互骆驼啉水有简单无？你知影一只骆驼3分钟以内就会当啉600公斤的骆驼啊，3分钟内就会当啉200公升的水。伊爱开偌济时间，用偌济体能去抽水，互这个骆驼来啉啊！但是咧，这个查某囡仔是热心来服侍这无熟识的人。这阿伯拉罕萝卜就问上帝：上帝啊，这是你备办的嘛？果然啊，上因带到因厝内底，发现讲哇，这是我主人阿伯拉罕兄弟的厝。上帝因带领我到这个所在，所以伊对上帝感谢。这萝卜就额头敬拜上帝讲。就学了我的主阿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因为伊用慈爱诚实款待我的主人，拢无停止。轮到我，耶和华伫路上引带我到我主人兄弟的厝啊！这拢是上帝恩典，伊拍败伫上帝面前学了上帝。我毋知你有为着婚姻的结果来对上帝充满着学了感谢甲祝福无？也是讲哇？哪会娶到这个某，嫁到这个翁啊？我毋知，但是有一项真重要，咱看到超车过程中间，互上帝引带，伊的婚姻是学了上帝，感谢上帝，领受祝福。这个萝卜，伊额头祈祷感谢上帝，因为这无可能的代志。那亲像咱教会中间兄弟姊妹，兄弟，咱来介绍基督徒互因成立一基督化家庭，伫现在台湾社会实在是真困难。但是阮犹原上帝有好意思甲引带。我毋是讲咱袂当嫁娶无信主的。哥林多后书第6章17节所在，迄个经文是提示讲，信甲无信的人要做伙同工、做伙做伴是真困难。伊毋是讲指着婚姻，但是伊是指着讲，连咱信主甲无信主，你要合作做生意，要做什么代志，拢真困难啊！所以信仰真重要，有同款信仰，婚姻中间嘛需要有同款伫主耶稣基督内底连做伙。但是这过程中间，你要引带，要超车另外一半，就需要上帝引带带领。但是若无咧，你无找到另外一半会使袂？有人讲牧师啊，我无想来教会礼拜，为什么？遐长辈拢会问我一句话：你今年几岁？你有对象无？伊就歹势来教会呢。我相信咱来教会爱有一个气氛，就讲真欢迎未嫁娶的人来教会，无论伊几岁。你莫有一个压力讲。敢若无结婚就是怪人，无结婚会使袂？保罗有结婚无？有无？你讲毋知？你毋知啥物人是保罗？保罗
咱来看经文吼，《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0到第80。伊讲吼，我爱人亲像我共款，独独互对上帝为着家己的恩赐，有一款，嘛有迄款。保罗是讲，有人有单身的恩赐，无嫁娶甲酒馆的人吼，那亲像我常安尼就好。其实保罗无结婚生囝，每一项恩赐无共，有人嘛无结婚的即款恩赐会使袂？会使啊。有当时你看到你的孙还未结婚，你就烦恼重大。有可能上帝予伊的恩赐，就是毋免结婚啊。咱亲像保罗共款的，你袂当勉强啊。你讲哦，见，我甲你介绍，伊就无爱结婚，你要介绍？伫教会，我望咱的兄弟姊妹，咱的长辈，爱较开放的对咱的后一代。咱拍拼甲因介绍是好代志，咱照着上帝心意来甲因操作，嘛是好代志。但是有一项代志，若真正无对象，嘛毋免勉强。伊当家己过生活，嘛是上帝有美好的意思啊。但是咧，教会中间，互因互相实在，咱教会有一个爱办一款活动，互这青少年会当有时间做伙熟识，甚至办啲福音队做伙做工，互使中间会当超找到另外一半。咱爱这种机会无毋对？啊，你交往的中间吼失败吼，你毋通黑白骂呢？讲啊，这花心大萝卜啦，毋是安尼讲哦。你交往失败这是正常诶，啊，接纳因的失败。有缘会当伫同一间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莫讲哦交往中间失败就讲哇，就换教会，毋通安尼啊！咱伫教会有真正好的气氛，就讲就算交往失败嘛无要紧，交往失败是正常的，因为上帝会陪伴，适合伊的，是上帝要陪伴的，因爱必须爱去试看觅，伫基督中间可能听毋着。基督中间超车毋着，咱来应允咱这青少年有失败经验。咱来为着咱的下一代婚姻来祈祷。我望咱的长辈，咱在座兄弟姊妹，咱为着后一代祈祷。有嫁娶真好，为着这代志献上感恩而乐。若无嫁娶，若有上帝心意，同款有缘感谢上帝。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我的特别上帝，主我满心感谢到你，你是阮祝福上帝。这社会充满着人的意见甲声音，甚至咱只有看外表，无看咱的内在。但是上帝，你是看咱内心的上帝，恳求你帮助手术，互阮有智慧来帮助阮的下一代，照着上帝心意，找到因适合的对象。当阮要帮助这青少年找到另外一半时，我们是真心真力去看、去听、去祈祷。互因会当熟悉，透过阮的介绍，毋是互因指教因实质，乃是鼓励因伫教会中间互相意爱、互相相听，去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咱有当时死，因为咱家庭中间，咱后一代婚姻拄着困难问题时，阿爸父上帝，阮恳求你怜悯，施阮祝福，帮助。阮下一代有缘敬拜上帝，有缘听主你的声，到老拢无偏离。愿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圣子名求，阿门。